今日阿水帶你睇一套珠海華發商都第4代住宅，單價只需要1折頭，精裝修嘅現房，樓下自帶泳池會所健身房嘅，呢度步行6分鐘到華發商都，20分鐘到關口。依家新出咗樓王單位89平方，都可以做到4房2廳2衛。跟住阿水鏡頭對面。阿水就上到嚟91平方4房2廳2衛嘅現場。嗱，你見到呢一個實木電子指紋牌嘅交標大門，從呢個開始到話自己1.5嚇。嗱，入咗嚟。嗱，呢上個鞋櫃做好晒嘅，呢度咧就做咗一個工位啊。嗱，91平方做到呢種橫廳嘅一個設計，連住埋呢個就可以大騎樓。大騎樓咧望出嚟咧，可以感受下地標國際商務中心啦，就係成個航空新城夜晚嘅夜景咧，全部就立晒嘅啊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一個腰前廚房交標，咁就望小區園林嘅冰箱嘅2樓位。好，跟住阿水進行啊。嗱，呢度咧就做嗰間私房地間房啊。呢度咧就小朋友嘅一個房間啦啊。連接埋呢度咧，呢間房咧就會大少少，嗱，其實都係呢啲落地窗啊，都係望住地標同埋夜晚城市嘅夜景嚟嘅。好。跟住有水鏡頭啊，270度轉角主人房啊，獨立嘅衣帽間、衛生間啊，91平方做到呢種4房2廳2衛，現樓發售，大賣裝修，感興趣嘅留意下水。